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。哼，朱哥哥，怎么样？我都说了吧，康熙是个好皇帝，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现在就下结论，未免太早了吧？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，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，那我就认输。好啊，那就再等时日看看。好。皇祖母，近来身子可好啊？老太婆倒挺好。可是，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儿的觉了？皇上虽然年轻，也不能太疲劳，劳逸结合才是啊。皇祖母，孙儿最近正在忙着整顿吏治，确实呢，有几天没睡好觉了。但是现在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所以接下来孙儿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。皇上啊，这是哀家亲手给你准备的参茶，补身养生的，试试吧。皇祖母，这杯参茶味道不错，就是汤色有一些稍浓，药味有些重。汤色浑浊，证明啊，这药味甚浓啊。这参茶呀，可以提神养肾呐。皇上日理万机，给龙体补补身子也是大有裨益呀。多谢皇祖母关心。再尝尝这个。其味如何？皇祖母，这杯参茶汤色清澈，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，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。是啊，水至清则无鱼嘛，浑水养鱼呀。皇祖母，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。是啊，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。听说皇上一怒之下，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。是，皇祖母，这些人啊，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都死有余辜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啊，哀家也知晓。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，也是不为过。甚至有些人，你可以株连他9族，以儆效尤啊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，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。多谢皇祖母的支持，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。哀家呢，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，全力的支持皇上啊。只是哀家老喽，说上10句话，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。孙儿听出来了，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？皇祖母，咱们祖孙心连着心，你要是有什么话，就直说好了。皇上可知道，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？知道。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，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，饶他一命。哀家为他求情，并不是为了亲情。皇上，你要知道，你擒拿鳌拜，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？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？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？
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颗棋子。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，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。这些人有的是该杀，有的是错杀，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在你擒拿鳌拜之时，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，在京城实行了宵禁，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，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。皇祖母，这些事情，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？皇上，你虽然年轻，但是呢，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，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，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。好吧，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，夺取爵位，革职为民吧。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，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，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。皇祖母，请说。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，牵一而动十，牵十而动百。你还太年轻，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。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。皇祖母的意思是，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，望皇上处理他们时，需多多的酌情考虑。这些画圈的，不妨就最简易的；这些画勾的，最好是立即释放。只有这画叉的，则立即斩除。皇祖母啊，这孙儿啊，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，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。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，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？你要相信，皇祖母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皇上，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。皇祖母切勿伤怀，在这世上，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。你明白这一点就好，孙儿啊。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，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，这欲速则不达呀，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。朱哥哥，咱们等了好几天了，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。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？你呀，总是不听我话。我们先回宫吧，估计不会来了。哎，我还不想回宫呢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吃串冰糖葫芦。你呀，就是一只馋猫。走吧。嗯。你慢一点，别转晕了。你要吗？不给。哎，朱哥哥，老丁说啊，来这个地儿试一下，怎么样？看看，不错吧？今天这天啊，还真不错。是啊，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？哎，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，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。哎呦，是吗？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还知道一家别回头小店，那里的姑娘弹的一手好琴，那小曲儿唱的，哎呀，可了不得。是吗？是啊，这跟你们说啊，心痒痒的。哎，这样，下次看看呀，我来做东，咱们哎，朱哥哥，那不是隆德多吗？难道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是吗？为首那个是隆德多，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？3天以后就问斩了。很明显，事情出现了变故。环美，看来你赌输了。不可能，
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，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。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，而且，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？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。惠美，别傻了。像隆德多、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，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，那对他康熙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，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惠美，世叔姑娘，皇上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见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。哎，龙小弟，世叔姑娘，您轻一点，皇上睡着了，别惊扰了圣驾。哎，世叔姑娘，小声点儿。龙小弟，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，他是喝醉了。啊！皇上喝醉了？哎呦，老奴该死！老奴该死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一早啊，就写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，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了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。好好好好。哎呦，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阿比奇、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！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
就是我要的意思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。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你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你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，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环妹，康熙他骗了我，康熙他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。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积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
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，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御八赞营地的必经之路。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不好！李氏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。你是觉得这帮杀手是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派来的？咱们此次调兵，可谓是十分隐秘。这些杀手是如何知晓的？这李公公在宫里30多年了。丽萍是舒总兵的女儿，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霸气子弟，他们个个来历清白，绝不会勾结杀手暗害我们。只有李氏兄妹，他们俩最可疑。义父，如果说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是乱党，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置我们2个于死地，恐怕皇上有危险。都怪我！我不该听皇上的，什么还要去调兵？我应该死谏皇上，让他赶快回京才对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该继续调兵，还是回去见皇上？他们跑不了太远，快跟上！不好，我们快跑！都10多天了，这索额图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主子别担心，我已经安排2个侍卫兄弟去打探消息了。也不知道这索额图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易欢，要不然你们把刘德昭送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想办法换点粮食来赈济那些灾民吧。龙小弟，我本来就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想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欢妹，你又不知轻重了，怎能跟主子并称英雄呢？哎，无妨，在我的心里啊，易欢一直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有眼光，有度量。主子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！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金银珠宝去买大批的粮食，就会引起刘德昭和裘贵的注意，他们一定会识破主子跟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，向主子您下手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！李公公说的没错，刘德昭一定安排了诸多眼线盯着我们。眼下索大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顶多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一处粥棚，但不可再大肆赈济灾民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等担待不起。你们说的对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一时的赈济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，而不能一劳永逸。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，才能肃清吏治，以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免遭刘德昭这样的贪官荼毒。主子，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天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。易欢，咱们现在有银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跟丽嫔当的那些首饰给赎回来吧。要不然回了宫里啊，
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。刘小弟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啊！车官啊，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处粥棚，然后12个时辰不间断的施粥。哼，此人果然是一个卖直取中之辈啊！哼，还真会收买人心。哎，万苏那里他现在去得勤吗？哈，勤着呢，每晚都要去2个时辰。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，最多每天3更他就离开了，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。他跟万苏幽会的时候，除了那一个丫鬟，就是李护卫，其他的人也近不了身呢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，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，做到了钦差，后生可畏啊！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？他现在是财色兼收，消停了。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哼，恶心，恶心什么呀？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，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。哼。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大人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他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老大，那是在逍遥阁里面我听到的琵琶声，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以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前程第2，没人敢称第1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草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，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就承认你吃醋了。那我吧，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儿上，我就
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站住！不行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上次对我也是，差点假戏真做。我告诉你啊，万苏姑娘不一样，她心有所属的，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帮咱们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的，说什么非龙三不嫁，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，怎么又想故技重施啊？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咱们抢官印为何这么顺利吗？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，而这个内应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，那你就是轻重不分、见色忘义的大坏蛋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小狗。好吧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他。老大，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见闻吧，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活，只不过想逗逗你罢了。不过呢，我倒不像是某些人，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其实就是吃醋。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，想找机会撩拨焕美。焕美，你可一定要守住，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心。懒得理你我。哎，龙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小女子恭送大人。看看，人家万苏姑娘心里压根就没有你，催你走呢，别赖着了。好酸啊，好酸啊！好了，万苏姑娘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孟兄，李兄，裘贵一直在对面的房间监视你们，刚刚才走的，现在可以放心回舒服了。多谢孟兄。钦差大人，这个就是孟祥和，我刚刚跟你说的万姑娘的心上人，也是一直帮咱们的好汉。怎么样，比你长得英武吧？你越是拿话呛我，就越说明你吃醋。多谢孟护卫相助，大人客气了。这些年，卑职在刘大人身边，大小官员见过无数，真正一心为民的，只有你。卑职很是敬仰大人，能为大人尽绵薄之力，是卑职的荣幸。那孟护卫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这下好了，我与刘大人的10年之约明日期满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婉妹，你且收拾好东西，明日我来接你。嗯。大三，让我先坐会儿，坚持不住了。大三，那三，拿好这个金牌，马上去找玉八赞，让他派救兵去救皇上。快去！不，我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三，你要明白，我死了，和宫里还有皇后，
我们鹤舍李氏还有其他的兄弟子侄，只要皇上平安，我们鹤舍李氏就还有希望。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，就不光我们鹤舍李氏完了，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。快走！不，走，快走！我不管，什么完蛋都可以，我不能没有衣服。走，我们走。这傻孩子，走啊，走啊！傻小子，走。跑吧，我们走，走，这儿，走。一会儿人来之后不说了。大人。祥和呀，你这伤势如何啊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祥和啊，我让你查的咱们这边的奸细，你查的如何了？还在调查之中，目前尚无进展。大人，卑职还有要事想跟大人商议。讲。家父先世之时，曾让卑职保护大人，卑职立下10年之约，守护大人10年。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，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，隐归山林。祥和呀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决定了，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？卑职生性散淡，不宜久居官场，望大人能成全。也好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人各有志嘛。不过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呢，再帮本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你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卑职定当尽力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今夜一定要潜入舒府，帮我把丽嫔给解决了。大人，你是让卑职暗杀丽嫔娘娘？不错，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钦差龙三给稳住了。可这丽嫔娘娘身怀着龙胎，如若回宫之后产下皇子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给她铲除了。大人如何得知丽嫔娘娘怀有龙胎？孟护卫，这事儿啊，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舒府的管家，他告诉我，丽嫔娘娘的奶娘近几日很是欢喜啊，每天都给丽嫔娘娘煲各种汤水。结果，就在前些天晚上，小姐，你再吃2盘，你现在都已经怀了龙胎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只不过是奶娘的一句梦话而已，大人何必当真？对，是一句梦语。不过这奶娘所煲的汤水之中放的，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。对于这种事儿呢，我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即便是这丽嫔娘娘她这次没怀龙种，那现在皇上这么宠幸于她，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够放过咱们吗？所以说呀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钦差大人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丽嫔娘娘，况且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。祥和呀，这样啊，今夜呢，我先约这个钦差大人去喝花酒，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，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潜入到舒府当中，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手了。大人，舒剑之死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，这个时候如再杀了丽嫔娘娘，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。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，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。哎呀，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容本官
好好的想一想。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真是一把好刀！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府卫，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官银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官银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舒府管家说了，官银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舒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，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，性爱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。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怀了龙胎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你都收下了，我赏赐你的丫头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你心中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舒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欣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案吗？这有案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了。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
你给我听好了，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，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大人，先把罪名嫁祸牛角寨，现在你又说钦差大人伪造密旨。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自从知道龙三敢劫取官银，我便觉得此事蹊跷，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。没想到，还真让他逮着了机会。溜进了龙三的房间，便发现了这些东西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看出了破绽，这玉玺还有密旨，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旨，奉旨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那封密旨，卑职仔细看过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兴许他是奉旨查书剑之死，可是他竟然胆大包天的想要插手山西政务，情急之下才伪造了圣旨还有玉玺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求贵，龙大人在儿童脸上刻字，是希望你们能够警醒反思，悔罪改过。你们居然执迷不悟！你放屁！他龙三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一个虚伪狡诈、蝇营狗苟之辈。你也在官场混了10几年了吧？就这么点小伎俩，就把你给蒙蔽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龙大人不想与尔等同流合污，尔等居然痛下杀心。你们才是自寻死路！大人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大人，大人。也罢，我曾答应我父，守卫你10年。如今10年之约已满，我也算不负信义。刘德昭，我既已落你手里，这条命就任你处置。祥和，你跟了我10年，也守了我10年，救了我几次的性命，我刘德昭心中未曾不感激啊！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呐！你把我刘德昭逼到了绝境，把我刘氏的全族逼上了死路啊！祥和呀，别怪刘德昭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带下去。坐。离天黑还有6个时辰，但愿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。
主子，索图怎么样了？索大人出事了。我们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随行侍卫，他受了重伤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说他们在半路上接连遇到2伙身份不明的人袭击，他们3个侍卫掩护索大人和纳赛成功脱身了，但他们自己受伤之后被扔下了悬崖。那索图现在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，不知是否已经安全抵达玉巴赞的军营。所以我打算另派2个随行的兄弟快马加鞭赶去玉巴赞的军营，但是他们没有主子的金牌作为信物，不知玉巴赞愿不愿意相信，肯不肯出兵。主子，不如这样吧，奴才亲自去一趟。玉巴赞认识奴才，如果奴才亲自去说明情况，他应该会相信。那就辛苦你再跑一趟。主子您这么说，真是折煞奴才了。奴才也不用带什么东西，这就轻装出发。我派2个侍卫跟公公一同前去。好。不好了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，贾玉玺跟贾密旨不见了。我昨天检查还在呢，这怎么现在贾玉玺跟贾密旨都不见了呢？看来这书府当中一定有人被收买了。这贾玉玺和贾密旨已经落入刘德昭手中。不可能啊，这府上可都是舒府的老人，没理由被舒府的死对头收买了呀。树倒猢狲散，一定是有人见舒大人已经死了，这府中没有了主心骨，所以起了异心。如果府里真有内奸的话，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都暴露了？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暴露。刘德昭一定会借着贾玉玺和贾密旨大做文章，甚至对主子痛下杀手。龙小弟，现在怎么办啊？36计走为上策，要不然脚底抹油溜吧。如今索额图也下落不明，也只能马上撤出太原了。只恐怕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放心吧，有我跟哥哥保护你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有人来了。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官儿啊，你能不能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啊？晃得我这头都晕了。你头晕，我心还烦呢。啊，姐夫，你看看我脸上这字儿啊，到今天都没掉下去。你说这姓龙的他多可恨呢！还有，这小子铁疙瘩一个，官场上这些规矩他懂吗？你还浪费这一桌子酒菜。要我说，人来之后直接拿下，严刑逼供之后再把他灭口得了。先不慌，再等等。哎，再给这个龙三一次机会，就当是给咱们自己一个机会。官儿啊，说实话，这个龙三来咱们这这么久了，到了现在，他到底什么底细我都没有摸清楚，我心里着实的不踏实。还有，如果这龙三知道了，咱们拿出了他擅杀朝廷命官、私刻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证，就此向咱们屈服了呢？就算龙三屈服了，丽嫔怎么办？他跟咱们那是杀父之仇啊！那丽嫔必须死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个龙三真的肯向咱们屈服，很多事情他自然会替咱们遮掩的。否则的话，就送他们一块儿见阎王。唉，什么时候来呀？他这是。龙大人，请。丽嫔还在府上吗？啊，还在。刚才他还吩咐奶娘，
要众人都到大厅，随他一起为老爷的亡灵念经祈福。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没有？放心吧，我已将药下在厨房的菜汤里，过会儿就会发作。好，我先到大厅念经，你们等我信号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家大人必有重喜。慢点。哎呀，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有失远迎啊！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哎呀，此次请龙大人过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有2件东西，想请龙大人亲自过目。啊。龙大人，这2样东西您见过吧？刘大人，哎，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？龙大人，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提醒龙大人，恐怕龙大人你现在已经犯下了灭族杀头的重罪吧？刘大人想怎么样？好啊，龙大人，那我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龙大人，您手上也抓住了我不少的把柄。好啊，想怎么样，那就要看龙大人，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死呢，还是抱成团一起活呀？廖大人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一起活了。爽快！我就说嘛，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。是啊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太好了，龙大人，来，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。来，为了这攻守同盟，为了这一天，来，咱们满饮此杯。来，来。来，美酒啊！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我得求您帮个忙。何事？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儿啊，您高抬贵手，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。乔老板啊，您脸上这个墨汁儿啊，是我家那个侍女特意调制的。这没有1个月以上，很难洗净。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。乔老板，要不然您多等几日。行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抱歉啊，龙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啊，来。来，龙大人。
哎呀，龙大人呐，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儿啊！面对着这万姑娘色艺双绝，居然是毫不动心呐！刘大人，哎，龙某也不是个不怜香惜玉之人，是，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，背地里啊，就害怕刘大人参我一本，所以只好辜负了美人了。哎，现在好了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大可以放心的。以后与这万姑娘那是双宿双飞呀！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呀。多谢刘大人玉成啊！哪里。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希望你多多帮忙啊。何事啊？我们收到消息，听说这丽嫔怀了龙胎了。正是。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，这丽嫔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，在舒府小产了，结果不幸大出血，薨逝了。刘大人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刚出府的时候，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。龙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龙大人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，就算是你我联名吧。快，丞相，快点！